乡村法律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闽南阿敏。睇個安做，係去年推薦吼來到高雄嘅哦，也係行去高雄婦女嘅tomato visa，tomato visa咧亦係去日本時代興建嘅。而熟悉咧太高雄地區嘅tomato來到一片加工做成tomato罐頭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啊，未做過鳳梨罐頭，不過一下吼冇做罐頭嘅啦，變成一個新秘境。大家過後來實相打卡。今日呢還要去入住，因為吼我透過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嘅朋友認識一個入住嘅朋友，聽講伊咩係客家人哦，係主要來去拜訪一下，看下伊喺做乜嘅東西，來弄來嘅，我哋去探險看下先。老板你好，我要4碗猪血汤加综合肠。猪血加综合肠加就好了吗？对，谢谢。我想要买4杯杨桃汁。加狗肉了哈。好啊，谢谢。老板，你在切什么啊？花生糖。你的花生是哪里的花生？北港。1盒100吗？嗯。那我要买2盒，这样200哈。好，拜拜。第2擺來朋友錄卡，帶一些點心來同大家分享。我朋友同我講，係一間花店呢。我白講，要不係公園吧？按多花。小剛，哎，有年客呢？哦，哎，你好，要不要請魚丸？啊，讓阿妹啦，哎，你覺得魚丸哦？嘿，對。你先生本來來請啦。哦，我有聽說。你下天冇係買幾東西啊？冇啦，就發留去修剪剪啦，啊留嘅唔可以入去留去剪睇安尼啦。啊，你做啲先用下洗條冇？好啊，好啊。啊，要買點心嚟傾下先啦。哦，來要排泄我不帶點心。第擺來啊！你要排泄，第擺裏面請準備一下，準備一下。地位坐，好。哇，條哥，已經係調到去陸豐看到嘅啦。哦。菜梯嘅廚房堂。咁排泄呢？來一本帶點心啊，排泄啊，排泄。哦。嗰個有嘅用途價，搶用。好啦，哦，一條當多呢嚇。係啊，第2擺買唔啲好事冇。哇，唔看條哥本來按到了誒。應該可能較嚴到啦，咁本按多啦，安尼啦。唔怕要過到了哦。冇啦，唔起牙怕慢慢嚟。唔較嚴到啦，啊，係啦。食翻啦先。好。看到有黑 Q 米冇？好什麼？好什麼？好食咯，係。而家廚房切過太寬咧，料當太寬，咬起來較有感覺啊。啊，魚丸，你吃到牛奶啊？好吃嗎？它的湯很清澈，而且它的豬血很多，哦，很按澎湃啊。按澎湃哦，小弟講下翻咧，鼓勵下，小弟講下翻鼓勵下，誒條架行死要搞伊吼。冇啦，佢都沒有啲骨質個加托誒咧母語加誒托客家吧啦。啊，佢還有啲參加客家演講比賽啊。客家演講，我報海。表現一下。各位評判先生，大家好，係邊好？邊好，冇啦。
讲一点点可以。安尼很几好诶哦。係啊係啊係啊。啊，頭都講到挺苗栗，你喺那片嘅客家人啊？哦，我喺苗栗石潭嘅客家人啊。啊，一下弄會填入住上班咯。因為我都有標公家機關嘅寫來做，11年前就標到講啊，高雄南科科學園區嘅投入啊，景觀維護啊，就11年前國家就填辦下來呀，辦下來高雄呀，啲嘢啊讀書咩都有讀書啦。啊，嚟到一片就都冇機會講客家啦。哦，當時我講客家話哦，啊，基本讀到人就話當親戚呢，哦，將親戚間人嚟講咧，啊，我一間飯店吼，係2年前開嘅啦，天下時節按中年吼，嘅後生人都會種療癒植物啊，療癒植物，你後生人過後療癒植物啦。古上啊，有冇開一間飯店啦？啊，余文，對一個學種咧出來，多年嘅外縣市來讀書上班，有冇嘅遇到乜嘅困難冇？一開始下來的時候，大家都講台語，然後你說你是客家人，就會教我們講台語啊。可是我們講台語又有一個腔調，慢慢適應，變成說現在講台語，可是有時候會回阿婆家，阿婆家那邊又講客家話，然後語言上轉換就會覺得很困難。還有一個用途就冇聽表嘅事咯。安尼啊，好啊好啊。我有個地位還有果肉呢。果肉哦，也都主要有名哦。哦，按日呢天。有啊，是就錯嘅。哦，前兩要推貨呢。前兩推貨，剛剛你書包嘅可能係有機會間體驗一下你嘅寫條冇。還有一下都當客人，等下啦，好好嘅，讓我介紹一下。冇問題，好。一條書嘅嗬。啊，就本樓咧，後生人來佈置好嘛？好啊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看嘢共領用嘅哦。好，唔單過嚟驗收可能是。OK，冇問題，冇問題。搞本來，搞本了啊。啊，余婉，你會用嚟做啊？你就挑喜歡的空氣鳳梨，然後找這些就是可以卡住它的枯枝倒掛，或者是正的掛，讓它卡住。所以等下就完全靠我的美感就對了。對。高一點的就交給你了。好，唔怕，嗰個位鐘係嚟標。整棵樹看起來就是又感覺活起來一樣。扮狗一些，你能看得到？嘿。今年最佳藝術品。條家，剛講用嚟啊？安尼一條樹咧本上沒有生命力，細條咧本來就安尼佈置之後吼，變到有生命力。基本吼，人啊天數都按多啊，愛送一個東西。哎呦，有獎品哦，有獎品哦，按好嘅哦。本來伴手禮啊，我中央本有登錄啊。種植物啊，就帶植物回家。帶過去做得有一個植物做得批判嘅成判。錯噶，但係本來你嚇登錄唔切下親自來做。哦，這個 DIY 哦。這個 DIY 哦，一人就來現盤嚟啊嘛。現盤嚟嘛。先盆栽，先選盆栽。可能是來搞定一下。好，對呀。這就是現在最流行的多肉植物跟仙人掌，然後像這個多肉就叫做桃太郎，它邊邊有點淡粉色，然後這是它的特點。然後像這個就是孫悟空，它是兔兒的品種。要講到黑故事的主角嗎？桃太郎、孫悟空，那它叫做？它就是仙人掌。它就是仙人掌。仙人掌平常很醜，但是它開花的時候很漂亮，就全部裡面它開花最漂亮。下來就是這個胭脂雲。有光照，它的葉片就會變成紫色；沒有光照就是綠色。你挑喜歡的盆栽，挑喜歡的植物，種在一起。好，剛才來透一下，現一下，你一個人會講誒。那剛剛我要配色，哦，你 P 了有講冇？有，都講哦。有講哦。你做對冇？好，剛才呢用嚟做啊？要種多肉的話，就是像這種多肉植物的土，它有配合火山岩啦，然後麥飯石啦，還有一些比較細碎的沙子，這樣子讓它的通透性會比較好，然後不會讓它的根容易爛。
迄几道路开辛苦的一年，看到遐个东西，整天的辛苦都会被它消除掉。对。啊，提上来，也就会省翻来。好，今日就等你遐个继续来旅行哦。好，也就会省翻啦。喺伫路旁看到一间嗰传统的杂货店，想讲啊，你来行行啊咧，看那穿个到韩式世界的纪念帽。哇，睇下看下个桶的草莓风味棒棒糖，哇，其他人无看到的。啊，韩式嘅世界啦，规去路路卡，喺古堡拢会拿下个本来吃。你是拢无变。那个太感你们就有试过的吧？跳跳桶，我会感觉到哇。这很酷，我试到最后会引爆，等下分太个体验一下。今天突然有共用嘅疑问冇，就是弹珠汽水嘅弹珠，生来我用嚟咱拿出来，哎都见还唔低，等下我再来重试一摆。橡皮糖，大家好，我杨树坤，大家天使腿 Hikers 节目，接下来为大家小介一个我哋吃做年规好吃咧。辣反酸，真是鬼多东西。那先按呢，先去讲钱。阿姨，你开店开多久了啊？开了70多个。难怪有按5 Q 的东西。难怪呀，就老师傅拢唔是计算机的哦，全部用头脑算的。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，了解一年，洗好溪水，也就会洗世界的纪念。大家有听过6层关系冇？意思就会讲啊，本身之间呢，同一个唔熟识嘅人，中间最多透过6个人的关系，能就会认识咧，鬼神奇吧？像我安尼一路旅行下来啊，要认识嚟几多新的朋友。像今日就会有朋友同我讲啊，有客家朋友吼，伫入住开一间饭店，所以我就来到一个地方诶。哇，嘛个饭店嘛，根本就系公园，饲鸟做个安泰，头家还系苗栗人使来入住生活。伊讲啊，搬到高雄以后，就无乜个机会做嚟讲客话。佢叫无人同伊讲客话诶，伊感觉到佢亲切，你梗系当作自家人用嚟，系嘛佢咁诧异。语言咪系一个佢真正嘅后生嘅。虽然讲啊，伊唔系同园艺相关的课呢，不过吼，伊安尼听论爸爸一步一步做，一步一步学习，一下嘛变成一个鬼专业嘅人哦。他发现眼前看师傅嘅眼神啊，因为眼神拢在发光。有人吼咩同埋小家嘅几多后生人最好嘅疗愈植物，啊一步一步带我做属于我自家嘅 life 胭脂云，哇有奖冇？还会好好的整下来嘅东西啦。还感觉旅行就系安尼，做得体验到几多新的事情，认识到新的朋友，还会好好珍惜一条 TV， 珍惜一条养分。